仔咱回头来看，钱柜 KTV 的大火带走着6条的人命，嘛加载有拍火影响，才甲伤亡降到上低。台北市延平分队的小队长高家茂当时进入去火窟，一个信念就是救人。当伊发现民众瘫伫咧涂骹，失去着意识，赶紧甲挂面搭，甲家己的送锁分送予已经昏迷的民众。现这个送锁管道都要用了咯。加在另外一组的支援赶到位，顺利带受伤者来逃生。伫火灾现场发现有人倒伫涂骹，已经唔知人啊，消防人员赶紧甲挂上锁，将家己的上锁提供给受伤人用等待人解救，抑过这身煞无啥够。发现1名伤啊，人已从身面上已经死了。这是林森北路钱柜 KTV 大火救灾现场，当时小队长高家茂接到通知，去到楼梯间发现2个受伤的人，随分送上锁分，抑过5分钟内上锁就用了去验。也算蛮紧张的啦，就是说，因为那时候气瓶我们共振的话，可能时间不会剩超过5分钟，所以在最后紧要关头的时候，刚好另外一组同仁也上来，他也顺利把那个民众一起救出这样子。加在有同仁赶到位，想起了当时的情形，还阁会惊。高家茂伫台北市延平分队服务，已经结婚有2个查某囝，入行已经20冬啊。头一摆拄到这款情形，事后厝内人知影这个代志嘛，真烦恼。后来家人知道，那我老婆也是说蛮担心的，就希望说还是要先保护好自己这样子。虽然险啊无命，抑过高家茂讲后盖同款的安尼做。大火无情，加在这阵拍火英雄，将灾情降到最近。